中美貿易戰話停火，特朗普用吹到滿分12分，話佢自己贏晒。新聞出咗嚟就話貿易戰結束咯，但係今仔睇數據呢啲咧就知道呢場戲未完嘅。所謂停火其實只係策略性嘅休息，美國暫緩加徵100% 關稅，只係拖時間嘅啫，目標只係逼中國讓步，留翻啲籌碼，睇大選之前慢慢玩。中國嗰邊都算硬淨，照舊唔會退。佢哋知道美國想控制供應鏈、科技芯片、稀土，樣樣都係戰略戰嚟嘅，唔係講關稅咁簡單。而家雙方都講合作，但係背後依然互相制衡緊。企業投資方向未定，資金繼續觀望緊，市場短期可能會反彈，但係中長期呢場博弈呢仲會玩幾年㗎。呢啲政治博弈就好似捉棋咁樣，特朗普想喺表面獲利，其實就揾米反攻。中國唔出招，拖字訣打到佢冇耐，所以唔好聽到停火就以為冇事。呢場貿易戰其實係經濟、科技、地緣政治全部攬埋一齊，火未熄，只係暫時收聲嘅啫。今仔提醒你，市場短期就可能會靚少少，但係真正嘅風暴就未完嘅。記得留意翻美元走勢同埋亞洲供應鏈嘅變化，因為呢啲先係真正嘅影響，仲喺後邊㗎。下集見啦，拜拜。